各位朋友，你哋好，歡歡隨意門嘅時間。今日咧想探討嘅一個話題咧，就係早前因為好多市民咧就叫我，喂，阿哥歡，你唔該你跟進一下呢個巴士安全帶嘅問題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早前咧政府就收咗例㗎啦，已經喺立法會通過咗。有關嘅條例咧，其實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其實修改咗個法例咧，就有主要如果牽涉到巴士安全帶嘅咧，就有兩條法例咧，就係374A 章關於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同埋咧就係374F 章就係有關咧就係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呢兩條條例嘅。咁修訂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咩嘅影響咧？咁樣嗱，修改咗呢兩條嘅規例咧，咁就會令到所有喺2026年1月25號或之後嘅新登記嘅有一啲嘅車輛咧，嘅指定座位咧就一定要有安全帶。咁呢個咧就係包括所有嘅公共嘅巴士。咁而第二樣嘢咧，好重要嘅咧就係話，自出年嘅1月25號開始咧，乘客如果乘坐上述已經佩戴安全帶座位，即係如果上到車見到咧嗰個座位裏邊係有安全帶嘅話咧，乘客係必須要戴上呢個安全帶嘅。咁嗱，要記住啦，咁個生效日子大家都記得㗎啦。最近大家聽咗好多新聞咧，就係話記住啦，係2026年嘅1月25號。咁嗱，如果唔做嘅時候會點樣啊？唔戴嘅時候見到安全帶都唔戴嘅話咧，大家要小心啦。嗰個罰則啦嚇，個罰則咧就係會係2級罰款，即係5000蚊，或者咧可以加埋咧就係監禁3個月嘅。大家都知啦嚇，最近咧即係van 仔van仔其實就已經係有個安全帶啦嚇，要戴㗎啦，van 仔就有一次就試過有人有警察啦嚇上去放蛇啦亦都應該就係即係捉咗好多冇戴安全帶嘅乘客啦。所以最近咧當我去譬如城門水塘行山嘅時候咧，我聽到啲人有個笑話嘅，就係喺嗰度即係荃灣市區嗰度市中心去到城門水塘嗰個 van 仔咧，聽聞就係高危嘅。有啲司機咧直情咧有啲小巴司機又好好嘅，嗱，識聽廣東話嘅聽住，記住要帶安全帶咁成車人咧就即刻帶翻安全帶。經過呢一個小巴嘅呢個即係去到放蛇，去到捉啲乘客唔帶安全帶咧，當然就會令到咧好多朋友就關注，喂，出年1月25號就到巴士噶咯喎，咁樣咁到時巴士咪會可能如果啲人唔聽話唔帶安全帶咧，哇，可能可以捉好多人過一架巴士。亦都咧，其實呢一個重點咧，有啲市民咧，即係講得好好嘅，即係高手永遠都喺民間嘅。咁佢哋就話，喂，如果你話要攬安全帶咧，坐喺度嗰啲，咁點解咁企位咧？企位冇安全帶㗎喎，咁點解我哋又容許啲人企位咧？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叫做唔係咁吻合咧？係咪？你又要咁即係點講啊？捉得咁硬啦，係咪？要啲人坐喺度一定要帶安全帶？咁點解你又容許啲人有企位啊？咁企位唔係更危險？嗱，市民去到問呢一個問題咧，係問得相當之有道理嘅。當時咧，其實喺法案委員會裏邊咧，我都必須要指出咧，其實係有議員exactly 係問咗呢個問題嘅喎，唔係冇問過嘅大家。我一陣間會俾條片大家睇啦。當時咧，特別喺個法案委員會裏邊咧，阿勞聯周小松議員咧係直情係問過呢個問題嘅。嗱，大家聽下佢點樣問當時。首先咧就關於裝安全帶咧，就事實上就即係裝安全帶可能都唔難，但係最重要咧，你啲乘客要帶先得㗎。我想了解下咧，即係政府嚟緊可能會擴大到啲公共巴士或者係啲專業非專利巴士各方面，可能個量會大好多嘅。咁你有即係喺宣傳教育同埋啲執法上邊有冇啲乜嘢嘅
即係有冇啲咩規劃咧？即係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呢個政策呢個法例過咗之後咧，能夠起到應有嘅作用。咁第二個咧就其實有冇評估過咧？我哋依家啲公共巴士咧，其實佢啲企位咧，咁你企喺度安全啲啊，定係坐喺度唔攬安全帶安全啲咧？咁實際上就即係有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咁我上多個巴士咧，如果有位我坐喺度，又一定要攬安全帶，咁我企喺度係咪仲安全啲咧？又唔使攬安全帶，即係呢個有冇評估過咧？同埋咧，你日後如果確實係坐位攬安全帶係比較安全嘅，咁我覺得取消咗企位有啲一定唔現實啦嚇。呢個全世界我都未見過有個地方係冇公共巴士係冇企位啊。咁你係咪有啲辦法咧，令到啲乘客咧喺有位嘅情況之下咧，你唔好企啦，坐喺度啦，坐喺度攬埋安全帶咁啊，最安全啦。即係有冇呢一方面有冇評估過，同埋有諗過去做咧？呢個就係第一方面嘅問題。好啦，嗱，頭先咧我哋聽咗啦嚇，阿周小松議員咧，其實就問咗市民心目中嗰條問題啦。不如咁啦，我哋又睇下咧，當時運輸局及物流局副秘書長佢點樣答嘅咧？首先嗰個巴士個企位嗰度，其實我記得咧喺事務委員會嗰度咧，我哋都有討論到呢個課題嘅。咁其實我哋自己即係都會有睇返，即係都要着重要平衡啊。我哋嗰個巴士運載乘客個需求，咁同時就要稱埋平衡嗰個安全啦。所以正如小松議員頭先提到咧，其實我哋有不切實際嘅，如果取消嗰個企位嗰度，咁我哋而家個做法咧就係咧，都睇到咧其他嘅國家咧一樣都係咧，即係都企喺度嘅乘客要攬安全帶都冇呢一個安排嘅。咁但係我哋咧就已經同巴士公司有一個要求咧，就係喺購買新巴士嘅時候咧，嗰啲規格上邊，譬如要有更加多嘅連續嘅扶手，出口嗰個車門側嗰度扶手一定要加裝，車廂裏邊亦都要有其他譬如防線嘅物料或者加闊個通道。咁呢啲都係其他嘅安全措施去保障我哋嘅下層即係企位嘅乘客啦。好啦，嗱，大家聽完啦，即係政府啦嚇副秘書長咁樣去到答啦。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會收貨嘅，係咪？即係純粹話喺嗰個地台度可以係防滑啊，又安多啲嗰啲扶手啊咁樣，係咪就令到嗰個企位係冇咁危險咧？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可能就會令到有好多市民咧嚇，原本佢好想坐，譬如一日可能放工已經相當之攰啦，但係咧佢又可能好怕，幾個站又要掛安全帶，或者佢好驚啦嚇，俾人如果執法嘅時候俾人罰5000蚊啦，咁於是可能佢哋就會逼佢哋乜嘢？本來好想坐，佢都會乜嘢企喺度咯，係咪？咁呢一樣嘢咧，似乎就點講咧？我覺得講中咗要害啦，市民其實就好擔心啊！一法例通過咗，咁當然咧就會執行啦，係咪？咁如果小巴都會放蛇嘅，咁係咪巴士佢哋都會好擔心，亦都會放蛇去到捉嗰啲乘客咧？咁嗱，我就想指出咧，其實有好多嘅市民咧，當佢哋喺佢哋啲社交平台去到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就令到我即刻我去到諗，其實當時真係我好坦白講先，我係冇諗呢個問題嘅嚇，因為喺一個咁千鈞一髮咁短嘅時間咧，可能諗唔到就我冇諗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當市民去到問到嘅時候，我覺得我要跟進啦，係咪？咁嗱，我就睇翻。其實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理工嘅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我又有一個，即係我相信可能都係理工大學嗰啲團隊，咁佢哋當時咧就為我哋運輸署咧做咗一個研究嘅報告嘅，就有關對於一啲巴士咧，如果佢哋安裝安全帶嘅一啲成本效益分析。當時喺呢個報告裏邊咧，我睇到咧。就係2019年嘅時候做嘅年尾，咁佢哋亦都有分析過咧，喺其他嘅世界嘅一啲地方咧，究竟巴士攬安全帶嘅情況係點樣嘅咧？好奇怪喎！其實喺當時2019年嘅時候咧，就唔係咁多地方咧係要求啲民眾咧係喺巴士上呢啲乘客都要攬安全帶嘅。咁唔係冇嘅嗱，當時咧有英國啦，同埋澳洲啦、維多利亞省咧，佢哋都會要求嘅。
乘客咧係要喺巴士裏邊都要帶安全帶。不過咧，乜嘢巴士要帶咧？就係一啲唔俾企位嘅巴士，即係話所有都係坐嘅啫嚇，即係得坐位嚟嘅啫。咁咧就有咁嘅要求。咁所以其實當時咧唔係，我相信咧就唔係冇考慮過企位嘅問題嘅嚇。即係如果站在政府嚟計，佢哋一早係應該知道咧，係企位同埋坐位咧其實係有一個分別嘅應該。咁好啦，所以我亦都睇翻咧，其實喺其他嘅地方咧，佢要巴士嘅乘客去到佩戴安全帶，其實好多時候佢哋會應用啲乜嘢喺邊啲場景咧？咩巴士咧？例如車程好長嘅啦嚇，又或者咧，因為點解車程長？佢擔心啲乘客係瞓着咗覺，而如果佢冇戴安全帶嘅時候咧，有意外嘅時候咧，可能佢會反應唔切啦，係咪會造成一啲更加大嘅傷亡咧？另外咧，喺馬來西亞嘅時候咧，佢哋最初頭要求啲巴士嘅乘客戴安全帶咧，都係只係限止，譬如有一啲我哋叫做express bus， 即係啲快速嘅巴士，可能係比較長途啲嘅，或者有啲係穿州過省嘅巴士啦。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好多嘅地方咧，就算好似頭先所講係澳洲啊等等咧，對於一啲 transit bus 即係可能係好快嘅快速。一啲我哋轉車轉乘嗰啲巴士，又或者喺市區行走嘅巴士咧，一般嚟計咧，佢哋就冇去到咁嚴格去到執行嗰個乘客要戴安全帶嗰種情況嘅。咁嗱，我就認為咧，喺香港呢個環境嗱，雖然我哋條法例咧就通過咗，但係喺執行上邊咧，我自己覺得政府都係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指引可以微調下嘅。例如香港，我哋係咪要諗係咪所有路線嘅巴士都應該有安全帶都要帶呢？嗱，係咪要捉得咁嚴呢？譬如我自己喺度諗，城市我哋一般喺城市行走嗰啲路線，其實係咪相對嚟計較安全？因為而且嗰啲市民呢，搭幾個站嘅啫喎，係咪啊？譬如舉個例子啊，喺彌敦道行走嘅巴士啦，係咪啊？又或者喺我哋條軒尼詩道好多巴士都係行走㗎，係咪？咁嗰啲嘅乘客咧，好多時候都係搭10個8個站嘅啫。咁嗰啲係咪可以有一啲嘅豁免，或者喺執法上邊係咪可以係講清楚俾市民聽？嗰啲咧，我哋係好呼籲佢哋帶，但係喺執法嘅時候就唔會話太過嚴謹咧，係咪？可以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豁免嘅情況得唔得咧？咁另外我自己覺得第二個問題我哋要諗嘅咧就係，其實戴安全帶係一個預防性，即係話萬一有意外嘅時候會減低嗰個傷亡。但係我哋係咪都應該要諗下，如果牽涉到巴士嘅意外，其實佢嗰個主因如果有即係個主因係啲咩嘢咧？會唔會係有時因為司機年長又或者嗰個工時太長咧？又或者係咪我哋十字路口嘅一啲燈口嘅設置係咪有啲可以改善嘅空間咧？咁反而我覺得我哋呢一方面咧都係應該要積極去到諗嘅與其就猛咁叫乘客戴安全帶，係咪我哋喺其他方面都可以更加做好啲咧？咁所以咧我期待咧政府有3樣嘢啦。第一，政府係咪應該第一就要做好宣傳啦譬如而家嚟緊喺可能喺校巴啦，喺巴士啦，都會有啲新嘅規則，咁係咪喺呢個時候就應該要做好宣傳呢？第二啦，至於頭先好似話坐嘅位就要戴安全帶，企位就唔使。呢方面呢個解釋呢，我自己覺得政府嘅解釋係有啲牽強嘅。咁喺呢方面，可唔可以都同市民去到再解釋多啲，令到嗰個做法係叫做實際啲同埋公平一啲呢？第三咧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就係研究一啲可唔可以放寬喺某一啲嘅路線唔好喺個執法上邊有一啲嘅豁免咧或者放寬啦，包括就係有一啲城市嘅行走嘅路線啦或者一啲短途。當然對於一啲我哋叫做長途，譬如可能要上公路要遠啲或者去機場等等呢啲巴士，嗰啲個風險相對嚟計係較大嘅。咁嗰啲我覺得可以同市民係解釋清楚，係盡量其實坦白講咧，都唔會叫佢哋有坐位嘅啦，係咪啊？多數佢哋都係唔會有企位，多數都係坐嘅。
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可以研究喺嗰啲長途路線嘅話咧，我哋個執法咧係可以嚴謹一啲，咁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無論如何啦，我覺得無論係點樣執法都好啦，最緊要就係話咧嗰個背後嗰個邏輯要合理啦嚇。咁希望咧政府喺呢方面咧，唔好話過咗嗰條法例就係去到淨係執法個階段啦。咁如果係喺執法嘅時候，或者喺而家準備嘅時候，已經見到市民有咁嘅聲音，似乎又係唔係好合理喎？係咪啊？咁點樣去到做咧？點樣拿捏咧？咁我希望政府喺呢幾個月咧都要把握時間，喺法例嗰個生效之前，如果係可以微調嘅話咧，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好啦，今日嘅歡歡隨意門到呢度為止。咁如果有市民咧，希望我能夠喺邊啲議題裏邊咧都可以或者係發掘一下嘅，都歡迎你哋可以俾翻啲意見我。下次見。